好，右手边。在前面第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到一个左手边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的平民巨星，一个拥有各行各业最好嗓音的节目，你就是大家眼中的歌王，也是我们要寻找的平民巨星。唱出你的歌声，站上属于你的舞台，来吧，我们正在等着你。这次好像我们要当一只鹰眼，要很锐利的在茫茫人海当中呢，找出各种行业的。有些人呢想当歌手，可是他暂时呢做不到，他就只能去剧场当一个小助理，或者是呢先去跳国标舞。但是呢，可能他的梦想最后还是出唱片。那这个舞台呢，就是希望让不管是颜值啊、年纪啊，都能够打破这些迷思。只要你有唱歌的能力，这个舞台华丽的舞台就是属于他的。哎呀，高歌掌声。好，右手边。在前面第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左边吧。我们到一个左手边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的因为我自己也是选秀出来的，对，那些五等奖，你也是五等奖，它是2个选秀节目。然后我自己我除了唱歌，然后我也主持节目，然后我也演舞台剧，所以我比较可以跟大家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在舞台上的经验。所以你自己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来的，所对以就是在表演上，然后传达能量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。觉得如果今天来参赛者，我跟大家分享说，那个能量怎么直透你的心，这是事情。对，唱歌要有身经百战，主持这样的节目会不会有挑战性？会耶，因为这些人他们就真的很素嘛，素到不行的那种。所以老实说，在访问的时候会稍微紧张一点，资料看得很多，希望能够让他们放轻松。因为我想，任何一个正常人站到这个华丽的舞台会怕。真的吗？会哦，前面又做那么多老师，多多少少。我觉得因为既然平民巨星讲的不是颜值，不是帅哥正妹，那我们在评审团的阵容里面，是不是应该也不讲究世代？应该要融合，什么世代的人都有他的观察点。娄俊硕走嘻哈路线，邱风泽是流行摇滚，郑怡是经典民歌，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不过最后呢，还是由大来宾来决定。所以你的责任最大的，你要挑一个合唱好。最近不是防疫期间嘛，我看到很多的天王天后呢，都在台湾，都在。所以这是我比较希望能够呼吁一下，好，各位天王天后，是时候该回归台湾综艺圈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为台湾的娱乐圈做点事儿。好，你的通告费多少不够我补嘛？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我多来几次。对不起，我冲动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份心思嘛。既然在台湾没事做啊，那这个，比如说王心凌啊，在家做咖喱饭，哎呀，何必呢？你出来上节目嘛。对，呼吁一下大家加入我们啊，这为我们新秀尽点力。